今次咧其實都好開心可以嘗試下做丑角。大家好，我叫陳景瑜。喺今次頂頭鎚嘅製作裏邊咧，我飾演梁國邦一個。國邦係一個好有趣嘅人。喺粵劇裏邊咧，呢個行當咧係屬於丑角嘅。咁其實我平時喺粵劇裏邊咧就比較多飾演小生類啦，即係書生啦，或者係武生。咁我係從8歲開始接觸粵劇，跟住11歲咧進入專業嘅訓練，去咗廣東粵劇學校。跟住到17歲嘅時候就嚟咗香港演藝學院戲曲學院讀粵劇專業嘅。我之前都有睇過進念嘅製作1367，咁裏邊就有我嘅朋友黃安晴啦。今次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兩個唔同藝術界之間碰撞出嚟嘅火花。咁我都好期待今次喺話劇裏邊如何呈現一個粵劇出嚟。11月頂頭鎚，香港文化中心一個頂10個，記得嚟買飛。